叶一江老师，你好。你好。我知道客家禅修营跟客家佛教中心是有替我们自己的会员或者是大众有做住宅加持的。我想知道一下，这个住宅加持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那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而开始的呢？其实我们的就是克切拉祈愿堂的住宅加持呢，是在3到4年前开始的。那是我们的上师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鼓励我们呢，就是所有的祈愿堂法会小组呢，到就是我们的会员或者是朋友的住家，就是进行法会。那仁波切解释的意思就是说呢，当我们去到就是我们会员的朋友。会员或者是朋友的就住宅区呢，就是进行加持呢，可以给就是住在就是屋子里面的人的话，就是加持。那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就是加持整个环境，然后增加环境的那个就是能量。所以仁波切说呢，其实对住在那边的人非常的好。如果我听你这样说法的话，那这样子的法会应该在过年前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受欢迎的。对对对，其实我们的这个住宅加持呢，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欢迎的一项，就是我们克切拉的服务项目来的。那能不能对于想法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几年来做过的这么多的法会，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特殊的？有，其实我记得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我们在几年前呢，为一位就是会员呐，就是为他的新家做加持。那时候呢，其实呢刚刚开始呢，其实这个会员呢，他本身还不想就是进行这个就是住宅加持，原因是因为他想要就是不舍得花这个钱，就是不想要花这个钱，对对对，因为是很节省，对对，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呢，他就直接搬进去住了好几个星期。那住了几个星期，他觉得有点不对。那一般上其实会员当你就是说他要来就是请我们去他家就是做加持的时候呢，基本上呢他不会告诉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只会说我感觉到有些不对。有些不对劲，但他不会告诉你真实的那个原因。所以后来我们就去了他家的时候呢，我刚就是一进他家门口的时候呢，就感觉到哇，这个家的那个感觉就是很压迫，好像就暗暗的，对对暗暗的，这个整个家好像很压迫，然后很暗的感觉，对，很不舒服，给人家感觉很不舒服。那我们就没有谈太多，也没说，马上就是进行了设置工作。那法会大概是进行了1个小时，那我们帮他做了加持，然后也做了一些烟供。那在1个小时之后呢，我们感觉到整个家呢的那个气场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时候功德主呢自己很开心，就是连他家人呢，其实基本上本来不想要这样子的服务项目的呢，都很惊讶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就大家都很高兴，感觉对对，就是所有的气氛跟那个磁场都好了很多，对不对？那这个朋友他在做这个住宅加持的时候是在过年吗？不是，就是其实不一定要在过年的时候做，他就是随时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做，或者是你有个新的地方你要搬进去的，或者是办公室等等的都可以做的。对对对，那住宅加持呢，不一定是说要在新年的时候，但是新年的时候呢，特别多人就是对对对，要这一项服务。为什么呢？因为华人嘛，就是总是相信说，在新的一年呢有新的气象，所以他们都会跟我们就是要求说，我要在过年之前你马上来我家进行这个加持。那一般上呢，在我们这法会小组里面呢，这项就是服务项目呢，其实从年头到年尾都蛮忙碌的，都蛮多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指定要求这样子的一个项目。那叶小法师在过年快要到了，还有几个星期，我相信你现在一定是忙得不得了，就像今天一样在做法会。对对对对对对，好，谢谢你。